来关心阿边个的健康问题，发生伫苗栗的头份市呢，斗汉病院区出现集体出水珠的代志，有7个士兵因为安尼去病院，有的是等于厝内隔离。苗栗县的卫生局讲，这个院区已经全面的消毒过啊，目前无增加个案。 苗栗头份斗汉病院区1月底有7位军人挖着水珠，就惊感染脱开。这7位军人拢伫看病了，登去厝内隔离21天。到31号为止有7例，然后到现在为止没有新增个案。苗栗县卫生局1月29接到军方通报，第1个水珠感染，到1月32变做7个感染，2天内加6个人，因区赶紧全面消毒。是靠空气飞沫的传染，所以一个人有。 全部人都有可能机会得到。医生讲，虽然大部分的人拢有做过水珠的疫苗，不过因为年岁变大，疫苗的效力会降低。若是感染，可能会引起脑膜炎、肺炎，所以若是有类似的状况出现感冒、皮肤有红点或者是水珠，一定要赶紧去予医生看。若是较紧，就要赶紧消毒环境，自我隔离，避免造成群聚感染。